仲有1個月，2025年就正式結束啦。好多人都話今年嘅樓市氣氛比舊年好，最起碼發展商停止踐踏式劈價出貨戰。轉角市前高價買入樓花嘅業主，曾經一度遇上上會危機，最終都算安全度過。私樓租值都重返歷史高位。香港跟隨美國2度減息嘅效應之下，都有利推動樓市氣氛。呢個氣勢可唔可以延續去到2026年呢？今年首10個月，本港暫時錄得51,361宗住宅買賣登記，涉及住宅成交額4,169億幾，數字上同舊年全年53,099宗去相比，唔單止只係用咗10個月嘅時間，就接近跑咗全年嘅數，成交量甚至超越2023年全年43,002宗嘅總和。買家信心增強，主要係由今年嘅第一季尾去到第二季初開始反映。當時有大量資金拍港，觸發拆息大幅回落，樓市成交漸見起色。按月由僅僅3000幾宗嘅登記，去到3月份率先突破咗超過5000宗登記關口。之後雖然拆息回升，但隨之而嚟，香港跟隨美國減息，令最優惠利率都回落，股市表現暢旺，推動樓市氣氛進一步回暖。整體住宅買賣已經連續8個月高企喺5000宗過外嘅水平。私樓樓價慢慢築底。本港樓價喺轉角市之後曾經大幅回落30%，不過嚟到今年年尾，樓價指數已經從低位反彈4%，租金升勢凌厲，攀上歷史高位。樓價同租金走勢背馳，令到中小型住宅物業嘅租金回報重返4厘以上水平。而家將資金繼續投放喺定存再冇意義，供平過租嘅威力亦都衍生咗租轉賣嘅動力。市場樂觀預計2025年埋單，全年住宅登記可以達到78000宗。相當於比起2024年多咗1成半。展望2026年，又有啲咩因素會影響到樓市走勢呢？其中之一肯定係息口。2025年，本港跟隨美國2度減息，本港主要銀行都有下調最優惠利率。龍頭銀行匯豐嘅最優惠利率已經減到去5厘，重返2022年加息之前嘅水平。雖然聯匯掛鈎前提之下，本港息口會受到美國影響，而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不斷向聯儲局施壓要減息。但係咪代表香港一定要跟減呢？要留意，因為喺對上嘅加息週期，香港係冇完全跟足，促使部分評論認為，當本港最優惠利率已經翻返去5厘水平嘅時候，已經代表今次減息週期已經完結。如果息口上高冇再帶嚟任何新沖起嘅話，投資者會睇下現水平，將資金投放喺磚頭嘅回報係咪仍然吸引？而住宅回報物業能唔能夠再向上，就要靠租金睇下可唔可以再推上去啦。至於第二個因素，就要睇下新盤市場嘅表現。始終而家一手供應量超過10萬個，屬於近幾年嘅新高。就算現樓同埋樓花貨尾有回落去到88000個單位，但遠期供應，包括政府已經批出動工但未起樓嘅單位都有14000個，就令到發展商要繼續苦惱去點樣去庫存。加上新盤供應都側重於局部地區，譬如啟德跑道區、土瓜灣區等等，都會影響到2026年新盤定價策略。就算發展商唔會選擇大幅度劈價賣樓，但只要開價上高貼近二手市場，都足以搶走二手客源，變相間接壓抑咗二手樓價回升嘅空間同埋速度。幾個因素嘅轉變，都會對2026年嘅樓市起到重要嘅作用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咁多啦。如果中意睇呢類樓市短評、1、2手揀到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最重係 CLS， 下次出片你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下嚟片再見。拜拜。Yahoo!